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社会新闻有时阵报道，有的人目睭挂斗界，看人面就爱拍手照，刷手摕走人的物件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鸟，读字要鸟，第二条冇人读做鸟。台语字典解说讲，鸟就是禽兽动物，鸟啊，脚的指甲或者是脚尖尖的所在，像咱讲鸡鸟、鹰鸟、虎鸟、卡鸟。卖当讲是咱人手指头啊，像咱讲手鸟。卖当讲是用指甲或者是鸟去撩这个动作。啊，若是鸟啊，是讲竹啊或者是铁啊做白鸡丝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拍手鸟，咱先讲手鸟，本地意思是讲一个人手指头啊。混化来讲，会当批论做行为惯势。啊，若拍手鸟，会当讲是一个人的手着伤无方便。咱目前较普遍的讲法，就是讲一个人的骹手无清气，爱甲人偷摕物件。第二个词读做手脚尖，嘛会当讲是一个人骹手无清气，嘛有人讲是手提尖、拍手撇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迄阵讲，因为这查甫过去捌几落届拍手鸟，就互店员点油做记号。搁入来到便利超商，店员拢会目睭掠伊金金看，烦恼伊镜头搁再夹起来，搁手脚尖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鸟，另外一个音读做鸟，提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。